电成功是开辟台湾的历史英雄，尤其伫淡市上特别的是民间形成开山王、延平王的信仰体系。去年台南400拄好是电成功诞生400档，这段历史的卡刻真有特别意义。所以电成功组标举办成功400系列活动，由年初到年尾也成功示警，到里上千万要来写下荣耀历史。伫今年401年诞生甲秋季大典，伫议员郑志杰、林美燕、李忠诚等议员的协助推动，台南市政府嘛全力支持。系列活动对4号开始连续3天，其中9月6号所要登场，伫成功青年会所主导的成功新世代嘉年华市集，嘛成为活动的一大焦点。我们把这个401年郑成功的这个圣诞的这个祭典嘉年华会3天呢，可以把它这个名声打得很响亮。那希望呢，每年呢郑成功的这个祭典的时候呢，也能够成为我们台南市呢的一个盛事之一。文化祭啊，事实上它有另外的一种意义啦，因为是由我们青年会来做个主导，就是要突破过去，而且带动我们加入我们这一些青年的一些元素里面啊，我相信它会跳脱过去，也可以让我们小朋友了解我们郑成功的文化到底是什么。这样未来他们要有一个概念，我相信讲，即马做侪文化拢无传承，所以咱的少年朋友也是咱家的小朋友拢唔知影啊，所以讲我们诚挚的邀请。组标青年会的成立有一个足大意义，就是讲希望甲成功组伊的精神佮伊的故事，会当互社会佮较侪少年人知影。为中徛伫文化交流甲地成功重要的历史地位，市府嘛落建民间团体用心，将持续提供协助。祭典民间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，希望把郑成功的精神发挥，然后再加上我们公部门这样子的一个共同协力的一个合作，我想这个郑成功在台湾文化里面，或者是在民间信仰的这个精神层次上面，其实它是可以更落地生根的啦。郑成功化气，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